可以放天燈嘅鐵板燒餐廳，尖東希爾頓大廈地庫有間叫螢火嘅鐵板燒，裝修得豪華高雅，仲設有坐到好多人嘅omakase台同埋3間鐵板燒房。今日叫咗個商務精選午餐，佢哋仲做緊5時90分鐘清酒飲，沙律蔬菜新鮮而開胃，厚切拖羅刺身鮮嫩爽口，廚師專心煮食，好有儀式感啊！南非鮑魚煮得好腍身，鮑魚嘅鮮味加上黑松露醬嘅香味，令人愛不釋手。清酒煮蜆肉大隻而新鮮，建議必須要飲湯，因為真係好清甜㗎。鵝肝多士，匈牙利嘅鵝肝配合多士，同埋柚子啫喱，味味無限提升。安格斯牛肉口燒，配埋底層嘅羽衣甘藍，同埋華沙比醬，好新鮮，好刺激。櫻花蝦炒飯乾身配合櫻花蝦好香啊！上面加隻煎蛋，撈落飯更加香口。最後仲有麵豉湯蒸物，同埋呢個日本芝麻雪糕。